女王杯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快閘嘅馬咧，中間位置係數字天文嚟㗎。響外邊浪漫勇士啊，最出咧仲有隻神之禮啊，埋邊走咗上去就御冠軍啊黃衫㗎。中檔大約跟住個第五咧，藍衫有同工之妙啊，埋邊啊球星啦，外邊咧黃黑隻間衫，響個尾二位置係蒙面舞會啊。暫時殿後係嗰隻6月豪取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006米嘅段處啦，前面順住走咧就係嗰隻數字天文嚟㗎。響佢外邊嘅馬匹。有呢隻就神之禮啊，內欄第3就御冠軍，浪漫勇士啊咬住第4啦，後邊嘅4匹馬埋邊啊球星啦，出邊尾3藍衫有同工之妙啊，後邊2匹馬分別係6月豪取啦，蒙面舞會就暫時殿後啊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002米嘅段處啦，前面順放都仲係呢隻數字天文嘅位置變動上面都唔係好大嘅喎，神之禮就跟住第2啊，埋邊第3位有御冠軍啦，浪漫勇士啊咬住第4，埋邊第5位呢仲有球星啦。出邊第6位就同工之妙啊，尾位置係6月豪取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蒙面舞會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呢個呢，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前面順住帶仍然係嗰隻數字天文啦，神之禮就第2位啊，埋邊第3位有御冠軍，第4位浪漫勇士，內欄第5呢就球星啊，後邊3匹馬分別有同工之妙、6月豪取啊，應該要攞出去外邊啦，暫時殿後黃衫嗰匹呢就蒙面舞會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數字天文仲有啲優勢，見到神之禮咧開始逼緊啲㗎啦，埋邊有御冠軍，浪漫勇士攞出去外邊先，再見到埋邊偷起上有球星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先有同工之妙啊，後啲嘅馬匹就蒙面舞會，最後300浪漫勇士外邊一比落去就有啦，後邊追上嚟㗎嘛，有同工之妙，出邊上咗蒙面舞會啊，埋欄位置就係呢隻御冠軍，最後100零米浪漫勇士拋離群區，贏出呢場女王杯，外邊追上嚟。蒙面舞會第2，同工之妙第3，第4名埋邊係御冠軍啊！呢匹浪漫勇士8歲嘅王者啊，計埋今場已經係4度出戰呢個女王杯，全部都凱旋而歸啊！亦都結合埋今場賽事，浪漫勇士已經累積咗14場1級賽嘅冠軍，戰績輝煌啊！咁啊，相信嚟緊下一個目標。一定會放咗喺5月24號舉行嘅2400米遮打杯，大家不妨拭目以待。女王。